各位好，我是李嘉誠。做生意究竟應該先講究效率和利益，定係先講究人情世故？我諗起70、80年代喺香港，地產風雲變幻，機會多過天上星。我見過好多好聰明、記得好精海後生仔，揸住一副靚牌，最後卻輸得好慘。亦見過一些好似唔識計數，成日請人飲茶傾偈，海路行專，生意反而做得風生水起，幾十年都唔跌。大家知唔知道當年香港第一代王資如何從英資洋行手中拿下關鍵的地皮同項目？真係只靠價高者得咁簡單，定係背後有滴滴答答講完數目字之後，仲要講海嘢？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但答錯咗，你可能好難賺到大錢，甚至守唔住盤生意。今晚我唔急住話你知邊樣先，邊樣後，我只想同你分享幾個我親身經歷海故事，同埋我付出過代價先學到海教運。聽完之後，你心中自然會有把尺。要講清楚呢個問題，我哋先返轉頭睇下香港商業史上一段好關鍵海博弈時期，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華資同英資喺地產界海較量，尤其係地鐵上該物業發展權海爭奪。當時喺香港，地鐵係新興海公共交通命脈，完善海物業發展權簡直係金礦代名詞。最熱門海幾個項目，比如荃灣、尖沙咀喺地鐵上蓋，競爭海係長江實業、新鴻基呢啲華資新貴，同置地呢類英資巨頭。好多人以為呢種競爭就係標書上喺數字比拼邊個出價高，邊個承諾海建設週期短，邊個海開發效率高，項目就歸邊個。但事實遠唔止咁簡單。我記得當時參與荃灣項目競標時，置地海出價其實同我哋長江實業相差唔多，甚至喺部分短期效率指標上仲略勝一籌。但最後地鐵公司選擇咗我哋。後來地鐵公司海負責人同我傾偈時講，除咗標書上喺數字，佢哋更看重兩點。一是我哋過往開發住宅項目時，對住戶需求海體察，比如流間距、通風、採光海設計，呢啲係人情層面海考量。二是我哋同銀行、建材供應商喺長期合作口碑，確保項目唔會因為資金或者供應鏈問題中途掉鏈，呢啲係世故層面海保障。呢件事讓我深刻明白，喺香港呢個商業社會，純粹海效率利益同人情世故，從來都唔會割裂。英資洋行當時喺香港根基深厚，同港府、外資銀行海關係摸密不透風，呢本身就係佢哋海人情世故優勢。而我哋華資要得位，除咗要喺效率同利益上做到極致，仲要喺關係帳上慢慢積累，讓合作方看到你海可靠同誠意。我成日同啲後生講，生意蟹帳本有兩本，一本係會計數，白紙黑字講效率同利益；另一本係關係帳，冇數字，但記錄住信任、好感同未來機會係可能性。只睇第一本海，係會計兩本一齊睇海，先係生意人。會計可以幫你算清眼前海盈虧，但關係帳先可以幫你看清長遠海路向。好多時候，一筆生意表面上睇係食咗，但通過呢筆生意積累海信任，可能會帶嚟10倍、8倍海回報。反之，一筆生意表面上賺咗，但傷咗人心，壞咗口碑，未來就會路越走越窄。咁點樣先可以記好第二本關係帳，又唔會蝕咗第一本會計數呢？我人生中有3次好深刻係找數經歷，一次蝕底，
一次險勝，一次雙贏，每一次都讓我對效率利益同人情世故海關係有更深刻體會。如果你想避開我時底開坑，我哋可以從第一個故事講起。呢個故事發生喺我創業早期，做塑料花生意開時候。當時我啱啱打開歐洲市場，接到一單來自意大利黑大訂單，對方要一批高檔塑料花，用於聖誕節裝飾，交貨期只有3個月。單生意係金額，相當於我當時工廠半年海營業額，對我嚟講係打開歐洲高端市場海關鍵一步。為咗趕工期、保效率，我幾乎係拼咗命。當時工廠係工人大概有50幾個，其中有10幾個係跟住我從塑膠廠起步係老師傅，手藝好，經驗足，係工廠喺核心骨幹。為咗縮短生產周期，我將每日係工作時間從8個鐘延長到12個鐘，取消咗所有期休息日。對產品質量可要求亦都到咗近乎苛刻海程度，只要有一點點瑕疵，海產品就直接報廢，而且報廢海損失要從工人海獎金嚟扣除。當時我海想法好簡單，只要按時按質交貨，拿到貨款之後，就給大家發一筆豐厚海獎金，大家就會理解。我每日都泡喺工廠，親自監督生產進度，工人喺每一個操作環節都要管。有時候看到工人動作慢咗，我就會當場指責。有個姓黃海老師傅係我喺同鄉，跟住我做咗3年，手藝係全廠最好海。當時佢喺老婆生重病住院，想請幾天假去照顧我，因為趕工期，直接拒絕咗，還同佢講啦，單生意係工廠係生死線，要請假就只能辭工。黃師傅當時好無奈，只可以咬着牙繼續開工。我記得佢當時好眼神，有委屈，有失望，但我當時滿腦子都係交貨，根本冇心思顧及佢去感受。終於經過3個月海日夜趕工，我哋按時完成咗訂單，產品質量亦都符合對方嘅要求，順利拿到咗貨款。我好開心，給工人發咗一筆比平時多2倍海獎金，以為大家會開心。但我發現工人海情緒好低落，尤其是幾個老師傅根本冇理我海情，發獎金海。第2日，黃師傅就遞咗辭職信，跟着佢一起辭職海，還有另外3個核心老師傅。我當時好詫異，問佢哋點解。黃師傅只係同我講：阿成，你係一個好會做生意、睇人，但唔係一個好海東家。呢度海錢雖然多，但做得唔開心。黃師傅同幾個老師傅走咗之後，工廠海生產立刻出咗問題，新招海工人手藝唔熟，產品質量波動好大，好多訂單都要返工，生產效率反而比之前低咗好多。更麻煩係之前同我合作係幾個小供應商，因為知道我對工人海苛刻，亦都開始對我有所防備，供貨時總是留一手，要麼延遲交貨，要麼材料質量打折扣。我花咗足足半年時間，才重新穩定工廠海生產，而呢半年裏，我損失海訂單同利潤，比之前那單意大利訂單轉海錢還要多1倍。當時我以為自己好醒，趕工出貨，銀紙落袋。後來先發現，我趕走海係我最值錢海生財工具。限老師傅海心乜？單生意計短期數漲咗，計長期數蝕咗大本。呢個教訓讓我明白，上效率主義海商業邏輯有一個好大啟蒙點，佢忽略咗生意海本質係同人做海。機器可以講100%效率，
只要設定好程序，就可以不停運轉。但人唔同，人有心、有情感、有面子、有需求。你只講效率，唔講人情，就算短期可以拿到利益，最終都會因為人心離散而付出更大海代價。中國有句古語：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呢句話講得好有道理。做生意就好似做人，如果過於精明算計，對人對事都不留餘地，凡事只講規則同效率，就會讓身邊海人感到疏離同壓力。工人係工廠海根基，供應商係生意海夥伴。你傷咗佢哋海心，佢哋自然就不會真心對你。我當時就係太執着於趕工期呢個短期效率目標，而忽略咗人心穩定呢個長期利益保障，才會栽咗咁大一個跟頭。機器可以替換，但人心海積累唔可以。一個老師傅喺手藝需要幾年，甚至10幾年海磨練；一個可靠海供應商關係需要長期喺誠信維繫。呢啲都係人情層面係資產，唔會出現在會計賬本上，但對生意喺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當時我喺會計同我講，李生呢半年開利潤跌咗好多。我同佢講，唔單止係利潤跌咗，係我之前冇算好關係賬，現在要補返呢筆數。呢件事之後，我徹底調整咗自己海管理風格。我首先找到黃師傅，親自去佢家裏道歉，還幫佢老婆聯繫咗好海醫生，支付咗全部海醫療費用。雖然黃師傅最終冇返嚟工廠，但佢同我講，阿成未肯認錯，就係好養海。之後我重新制定咗工廠海管理制度，縮短咗工作時間，保證工人喺休息日，設立咗工齡獎金同質量獎金，還經常請工人飲茶傾偈，了解佢哋海需求。我還同供應商重新建立咗合作規則，除咗談價格同交貨期，還會關心佢哋海生產狀況，遇到佢哋有困難時，主動伸出援手。後來我明白，對付既好啲，對供應商好啲，唔係使費，係投資。投資落去，海係人心紅利，回報海係穩定。質量同危機時，海不離不棄。有一次，香港遭遇颱風，好多工廠海倉庫被淹，材料受損。我哋工廠亦都係咁。當時有個供應商，自己海工廠，損失好嚴重，但佢優先調配咗一批材料給我哋，幫我哋按時完成咗訂單。佢同我講，李生，之前我哋工廠周轉唔開，係你先付咗定金幫我哋，現在你有困難，我肯定要幫你。呢個時候我就知道，之前在人情上海投入都有咗回報，呢條數長遠計，好和美劃算。如果話第一單是睇海故事，讓我明白咗效率不能脫離人情，咁收購和記黃寶海經歷，就讓我明白咗人情世故海高級形態係如何成為生意海關鍵支點。麻單交易係我商業生涯中最關鍵係一筆，亦都係香港商業史上華資收購英資海經典案例。好多人後來分析，我之所以能夠成功，係因為資本運作得當，出價合理。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除咗呢啲表面喺效率利益因素，同匯豐銀行喺關係，尤其是同沈鼻先生 BRB 嚟喺信任，先係呢單交易成功喺核心。事情要從1970年代中期講起，當時和記黃埔係香港海大型英資集團，業務涵蓋航運、地產、零售等多個領域，但因為經營不善，陷入咗財務困境，負債累累。匯豐銀行作為和記黃埔海最大股東，為咗盤活資產，決定出售和記黃埔海股份。當時競爭呢批股份海
除咗我海長江實業，還有好多實力雄厚海英資財團同華資企業，其中不乏出價比我哋更高海對手。我哋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關鍵在於我同匯豐銀行多年積累海關係帳。早在1960年代，我海長江實業就開始同匯豐有業務往來。當時我哋主要係向匯豐貸款用於地產開發。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按時還款，從不拖欠。就算遇到資金周轉困難，亦都會提前同匯豐溝通，說明情況，制定還款計劃。有一次，因為樓市短暫調整，我哋喺資金回籠延遲，網累係要到期還款海，我主動找到匯豐海客戶經理，將情況一五一十講清楚，還提出用自己一世人資產做抵押，保證按時還款。最後在我喺努力下，資金順利回籠，按時還清咗貸款。呢件事讓匯豐覺得我係一個守信可靠嘅合作夥伴。後來沈弼先生成為匯豐銀行黑大班，我同佢喺交往亦都多咗起來。但我哋海交往從來都唔係單純海請客食飯，而係基於商業海專業交流。我會定期同沈弼先生分享我對香港地產市場海判斷，分析行業海發展趨勢，有時候還會將我哋長江實業海經營數據同佢交流。我海目的好簡單，讓佢了解我海商業能力同經營理念，讓佢相信我有能力管理好大型企業。在和記黃埔股份出售海關鍵時期，沈弼先生同我有過一次深入海談話。佢問我，如果你收購咗和記黃埔，你會如何盤活佢？我冇講太多空泛海口號，而是詳細分析咗和記黃埔各個業務板塊海優勢同劣勢，提出咗具體可整改方案，比如剝離虧損海航運業務，聚焦地產同零售核心業務，優化管理團隊，引入年輕海專業人才，加強成本控制，提升運營效率。我還同佢講，和記黃埔係一家有歷史海企業，我收購佢唔係為咗短期套利，而係為咗長期發展，讓佢重新煥發生機。沈弼先生聽完之後冇立刻表態，但我能感覺到佢對我海方案係認可海。後來匯豐銀行最終決定將和記黃埔海股份出售給我哋長江實業。交易完成後，沈弼先生同我講係一句說話，我至今記得，我們相信你能經營得更好。呢個相信就係我過去一本本關係帳傳入去喺信譽。佢唔單止係因為我哋海出價合理，更係因為佢相信我海商業能力，相信我海人品，相信我能夠兌現承諾，讓和記黃埔擺脫困境啊！單交易讓我深刻體會到高級海人情世故，從來都唔係走後門拉關係，而係喺長期互利海商業交往中積累起海專業信譽同人格信任。呢種人情世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試想一下，如果我同匯豐冇多年海信任基礎，就算我出價再高，佢亦都可能會擔心我海能力，擔心我海承諾無法兌現，交易海談判週期會大大延長，甚至可能談崩。而正因為有咗呢份信任，好多複雜海問題都變得簡單，交易海效率亦都大大提升。好多後生仔以為人情世故就係阿諛奉承、請客送禮，其實呢係對人情世故海誤解。真正海人情世故係懂得尊重別人，懂得換位思考，懂得在商業交往中堅守誠信同承諾。你對人真誠，人亦會對你真誠；你對人守信，
人亦會對你守信。呢種相互可信任係商業合作嘅基礎，亦都係最高效嘅合作方式。普喺人情世故，唔係走後門，而係開正門，係讓人相信同你行正門條路最順、最安全、最長遠。呢個先係最硬核嘅商業效率。在收購和記黃埔之後，我更加注重義利合一嘅商業哲學。春秋時期，海商人鼻祖范蠡有句名言：夏則之皮，冬則之屣，旱則之舟，水則之車，以待發也。呢句話下意思係夏天要儲備皮毛，冬天要儲備細甲布，乾旱時要儲備船隻，洪澇時要儲備車輛，等到物資短缺時出售。范蠡嘅商業智慧不僅在於對市場趨勢嘅精準判斷，更在於對社會需求同人心嘅深刻體察意。佢知道商業嘅本質係滿足社會嘅需求，只有順應社會需求，體察人生所向，先可以賺到長久嘅錢。我將呢種智慧運用到和記黃埔嘅經營中，比如喺零售業務上，我要求團隊深入了解香港市民喺消費需求，推出適合不同階層嘅產品，價格公道、質量可靠。喺地產業務上，我注重樓盤喺品質同配套設施，讓業主住得舒適。我相信，只要你嘅產品同服務能夠滿足客戶嘅需求，能夠獲得客戶嘅認可，利益自然就會隨之而來。而呢種對客戶需求嘅體察，對產品質量嘅堅守，本身就係一種人情世故，靠得尊重客戶嘅需求，懂得對客戶負責。只講人情唔講利益，盤生意會餓死；只講利益唔講人情，盤生意會孤寒死。最高境界係將人情做到利益裏，讓每一分利益都帶住人情嘅溫度，咁樣先可以源遠流長。收購和記黃埔嘅成功，讓我更加堅信呢一點。和記黃埔之所以能夠從一家虧損嘅企業變成一家盈利豐厚嘅大型集團，除咗高效嘅管理同精準嘅市場判斷，更重要係佢贏得咗客戶、員工同合作夥伴嘅信任。呢份信任係和記黃埔最寶貴嘅資產，亦都係佢長久發展嘅保障。如果話收購和記黃埔係人情為利益鋪路，咁我同合作夥伴喺長遠分賬哲學就係人情同利益喺深度融合，實現真正喺雙贏。呢個故事發生喺1990年代初，當時我哋長江實業同新鴻基合作開發一個大型地產項目——填海一個住宅樓盤。呢個項目規模好大，投資金額高，開發週期長，對兩家公司嚟講都係一次重要嘅合作。在項目合作喺初期，兩家公司喺團隊就合同條款喺細節展開咗激烈嘅談判，其中最核心係利潤分配問題。按照當時喺市場慣例，利潤分配通常係按照投資比例嚟劃分。我哋長江實業同新鴻基喺投資比例係5:5，理論上利潤亦都應該5:5分成。但在談判過程中，我發現新鴻基在項目喺前期規劃同設計上投入咗更多嘅人力同物力，佢哋喺設計方案更加完善，更受市場歡迎。而且新鴻基在零售配套喺招商上有更強嘅優勢，能夠為樓盤帶嚟更高嘅附加值。考慮到呢一點，我主動提出將利潤分配比例調整為4:6，我哋長江實業佔40%，新鴻基佔60%。我喺提議一出，不僅新鴻基喺談判代表感到驚訝，連我自己公司喺團隊都唔理解，問我黎生，按照投資比例，
我哋可以拿到50%利潤，點解要主動讓咗1成出去？我同佢哋講，做生意唔係一錘子買賣，要睇長遠。新鴻基在呢個項目上喺貢獻更大，讓佢哋多拿1成利潤，佢哋會更有動力投入到項目中，項目喺成功概率會更高。而且通過呢次合作，我哋可以同新鴻基建立更深厚喺信任，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喺合作機會。呢1成利潤係對佢哋貢獻可認可，亦都係對未來合作係投資。新鴻基海郭德成先生知道我喺提議後，非常感動，佢同我講：阿成，你真係一個識做人生意好人，以後有好海項目，我一定先同你合作。在之後海項目開發過程中，新鴻基果然投入咗更多海資源，佢哋海設計團隊反覆優化設計方案，招商團隊亦都全力以赴，引入咗多家知名開零售品牌，而我哋長江實業亦都在資金同工程管理上給予咗全力支持，最終呢個項目大獲成功，樓盤推出後很快就售罄，而且售價比預期高出咗15%。雖然我哋長江實業只拿到咗4成利潤，但因為項目總利潤遠超預期，實際拿到海利潤比最初5:5分成時還要多。更重要係通過呢次合作，我同新鴻基建立咗深厚海信任同友誼。之後喺10幾年裏，兩家公司又合作咗多個地產項目，每一次都非常成功，實現咗雙贏。就好似同人合夥開茶餐廳，你次次都將最大件海叉燒下俾自己，邊個仲同你長久落去？有時主動讓出碟邊海一件肥叉燒，對方可能下次會帶雷成隻燒鵝。做生意亦都係咁，唔要事事都斤斤計較，適當可讓步，反而會帶來更大海回報。呢個故事讓我總結出咗自己海商業心法：好謀而成，分段治事，不疾而縮，無為而治。呢16個字蘊含咗效率利益同人情世故平衡海智慧。好謀而成係指做任何生意之前都要深思熟慮，做好充分海準備，算清利弊得失，啲係效率利益海基礎。分段治事係指將複雜海項目分解成多個小目標，逐一完成，提高做事海效率。不疾而速係指做事唔要急於求成，要注重過程海積累同人生海維繫，有時候慢一點反而會更快達到目標。呢就係人情世故乃體現。無為而治係指當建立咗良好海合作關係，形成咗良性海生態之後，唔需要過多海干預，讓各方都能夠發揮自己海優勢，實現自然海平衡同發展。無為而治海核心係構建一個利益共同體海生態，在呢個生態裏，每一個合作夥伴都能夠獲得自己應得海利益，每一個人海貢獻都能夠得到認可同尊重。就好似一個生農生態系統，有大樹，有小草，有動物，有微生物，每一個物種都有自己海角色同價值，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維持生態海平衡同發展。做生意亦都係咁，要懂得讓利，懂得分享，讓合作夥伴都能夠賺到錢，形成一個良性海循環。只有這樣，生意才能夠做得長久，做得越大。而家係互聯網時代，好多後生仔創業都好推崇效率至上海理念，用大數據算法嚟優化流程，提高效率，呢啲都係好重要海。但我想提醒大家，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生海規律從嚟都唔會改變。你可以用 APP 極速落單，
可以用算法精準推送產品，但決定客戶下次係咪再揾你係，可能係客服一句貼心問候，或者係你產品出現問題時海擔當。後者就係數字時代海人情世故。我見過好多互聯網公司一開始發展好快，靠係高效海模式同資本海推動，但後嚟因為忽略咗用戶海感受，或者係對合作夥伴過於苛刻，導致用戶流失，合作夥伴反目，最終走向衰落。相反，有一些互聯網公司雖然發展速度唔算最快，但佢注重用戶體驗，尊重合作夥伴，慢慢積累咗良好喺口碑同信任，最終亦都取得咗成功。呢個道理同我當年做塑料花生意收購和記黃寶海道理係一樣係，效率可以讓你走得快，但人情世故可以讓你走得遠。有一次，我同幾個互聯網行業海後生仔傾偈，佢哋問我：李生，在現在呢個快速變化海時代，你海老經驗仲有用嗎？我同佢哋講，技術會變，模式會變，但人性唔會變。做生意海本質永遠係同人打交道，永遠係要贏得人心。只要你懂得尊重人、信任人、讓利於人，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你都能夠找到自己海立足之地。今晚同大家分享咗3個我親身經歷海故事，從早期做塑料花生意時，效率裝扮人情海時底，到收購和記黃寶時，人情滋生利益海顯盛，再到同新鴻基合作時，人情同利益融合海雙贏。每一個故事都讓我對效率利益同人情世故海關係有更深海體會。現在我想回到開頭喺問題，做生意究竟應該先講究效率和利益，定係先講究人情世故？我海答案係效率和利益。係生意喺船身，冇佢船會沉。任何生意都要以盈利為基礎，都要注重效率，否則就無法生存。但人情世故係生意喺船冇同翻，冇佢船要麼飄唔遠，要麼經唔起風浪。船身可以讓你在水面上航行，但船錨可以讓你在風浪中穩住陣腳，不會隨波逐流。帆可以讓你借着風力走得更快更遠。所以如果一定要我答邊個先，我會講效率與利益係出發點同基礎，你必須先有呢個清醒認知，必須先能夠通過高效海運營賺到錢，讓生意能夠生存下去。但人情世故係貫穿始終海運畫劑同放大器，佢決定你海基礎可以發揮到幾大，可以行到幾遠。兩者唔係先後關係，而係表裏關係，係融為一體海。只講效率利益，唔講人情世故，你海生意就會變成一艘冇模冇款海船。就算一開始跑得好快，最終亦都會因為失去方向，或者經不起風浪而沉沒。只講人情世故，唔講效率利益，你海生意就會變成一艘冇船身海無同款，根本無法航行，最終只會餓死。我見過好多生意人，一開始只注重效率利益，賺到咗第一桶金，但後嚟因為忽略咗人情世故，傷咗人心，路越走越窄。亦見過一些生意人，過於注重人情世故，唔懂得計較效率利益，最終讓生意陷入困境。真正海生意高手係能夠將兩者完美融合海人佢，懂得在追求效率利益海同時兼顧人情世故，懂得在維繫人情世故海時候唔忘記生意海本質。佢喺會計賬本同關係賬永遠都係平衡海，就好似煲湯一樣，
效率就係火候，要掌握好時間同溫度，唔能夠煮得太生或者太爛。人情世故就係食材同調料，要選擇好蟹食材，搭配合適蟹調料，先可以煲出一碗美味蟹湯。如果只講火候，唔講食材調料，煲出海湯就會寡淡無味。如果只講食材調料，唔講火候，煲出海湯就會難以下咽。只有兩者兼顧，先可以煲出一碗食香味俱全海靚湯。老友記們，生意之道亦係為人之道。做生意海過情，其實都係做人海過情。你如何對待員工，員工就如何對待你海生意；你如何對待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就如何對待你海項目；你如何對待客戶，客戶就如何對待你海產品。你海每一個選擇，每一次決策，都係在書寫自己海生意賬本同關係帳。我今年已經92歲了，經歷過香港商業海風風雨雨，見過無數股起起落落。我最深刻體會係賺錢係生意係目標，但唔係唯一係目標；效率係生意係手段，但唔係唯一係手段。真正能夠讓你海生意長久發展係你海信譽，係你海口碑，係你同身邊人建立海信任同友誼。啲無形海資產比有形海財富更加寶貴。希望我今晚呢幾個故仔可以將你喺自己盤生意海帳本上揾到屬於你喺平衡點。無論你係剛創業、海後、生仔，為自已經營生意多年，係老行尊，都希望你能夠明白效率可以讓你走得遠，利益可以讓你活得好，世故可以讓你活得久。如果大家覺得呢種將老經驗融入新世道喺傾偈方式有啲啟發，我哋下次可以再傾一個更具體嘅問題，比如點樣喺經濟下行週期守住盤生意，甚至發現新機會。呢個可能係我哋呢代人都要面對海功課。時間不早啦，今晚就傾到呢度，大家保重。